台南的消息，有一个从关出家的男子走到一间庙寺来讨钱。伊讲伊6年前捌来寄付庙寺30万，最近因为经济困难，希望庙方回借伊20万。伊阁来呛讲，若借袂到钱，就要用家己的方式来处理。庙方的人员感觉受到威胁了，报警处理。这个男子妨用恐吓罪移送法办。 一个查甫人一来就问庙方人员，家己侪年前寄付的油香钱。伫咧台南的一间景庙，一个查甫人讲家己是互拐出来，6年前捌寄付30万的油香钱，最近因为经济困难，希望庙方会当借20万。佮讲若是借无，就要用家己的方式来处理，后庙方敢若会当报警察。 然后要我们限时说下午1点就要答复，那庙方人听到就觉得有点怕怕的。查甫人讲的话，唔若互庙方人员感觉到威胁，自愿寄付，经过这侪年了后，过来讨油香钱，嘛是因头一届当到。那个钱都拿去做公益了，如果说他要回去，那我们依法也不行啊。那事隔那么多年了，你回头才要来做这件事情。 那如果当初你捐的是东西，那东西都吃完了，现在还要回头叫人家挖出来吗？我觉得这有一点说不太过去了。应该不用还了啊，因为当初都是你要捐出去的。其实庙方收到信众的善款了后，拢会寄付予各单位做公益，无法度搁讨回来。 而且照规定，民众自愿寄付了后，除非是特殊状况，若无嘛无强制讨回来理由。原则上，只要交付之后就不可撤销，除非具有可撤销的事由。本案依恐吓罪嫌，函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这个查甫人上门向庙方来讨油香钱，无论敢是真正经济困难，讲的话涉及恐吓，已经予警方依法送办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